那继续来看2019年的8月，屏东发生一件这个呛水死亡的意外，有一个日本籍的男游客呛水渡水死亡。法医认为呛水教练是一对翁仔某，因有疏失，判因爱赔2071万，这个赔偿的金额破纪录。 海面上风影未逝，有过的救援人员伫海面上一直咧找渡水失踪的呛水客。已经寻获。真无简单，找到渡水的日本男游客，将人扛上岸，不过已经无开啊。事后法院判呛水教练甲公司需要赔死者的家属超过2071万。代志发生伫2019年的8月，涉任的呛水教练翁仔某就竞争先生1个月3人到后壁学呛水味。竞争进行耳孔压力平衡训练的时，虽然无顺利，依然由教练同意落水，最后耳某因为水压破气，内耳出血，渡水身亡。海上的游记活动保险，我们现在的话一定都会有帮客人保一份问卷，还有健康检查，你有签署这些文件的话，基本上你的比如说我的客人的话，他就不可以再要求任何的赔偿。原告4人核算法定的抚养费数额、慰抚金等等。 法院判教练大赔死者的太太929万，再加上死者的爸母378万，查某囝426万，等等，总共是2071万，已经破呛水判赔记录。教练应该要注意但他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或者是应该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他却没有采取作为的地方，所以让法院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呛水味时，耳孔压力的平衡真要紧。 鼻孔垫的做唱片的动作，也是吞喙烂，拢当有效进行平衡，会当避免呛水味时发生意外，造成危险。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